僕は誰の言葉を信じ歩けばいいの。負けないで泣かないで消えてしまいそうな時は自分の声を信じ歩けばいいの。いつの時代も悲しみも避けては通れないけれど笑顔を見せて今を生きてゆこう。今を生きてゆこ这条歌是讲写一张批予15岁家己啊吼，就是你若我都写一张批要予15岁家己，你要写啥吼？要甲少年的你家己讲啥物代志吼？做啥物代志才袂后悔吼？好，11月9日吼，1633年11月9日，咱对这刚开始读起吼。有一只被海贼伫片湖附近夺取的，坐有12个人的渔船，今仔日释放吼。安尼做是希望讲，若希腊方面有意要派人过来，就会当含因有所联系，并且希望会当诱因一寡冒险家以及出名的生意人运商品来即个位啊，和咱做生意吼。11月11日。无达得记录的事，无用你准备快艇 Z-Birch 号要航往江南的代志。11月12日，早起快艇 Warrington 号和 Blaiswick 号该同4只用客船出航前往金狮岛，要去拍这个小琉球啊吼。由指挥官 Bruin 指挥。该同巴瓦斯先生以及其他军官要去用武力攻击该岛，并且报复因以早对大船 Golden Leeway 号的谋杀事件。吼，今仔日这只公起因为虾米要去拍迄个小琉球啊？吼，这个原因伫遮，就是讲进前可能有即只船吼，因为可能是暴风啥物吼，船伫遐搁浅吼。结果船顶的荷兰人去互小琉球的这个原住民杀死啊吼，所以这个荷兰人嘛报仇吼。11月13，透早风对陆上吹过来，快艇 Z-Birch 号该同迄只要同行的用客船出航前往江南。要到的时阵有大雾，夹着强烈的北风。过来是17号啊吼。哪会？咱看伊敢无写去拍金狮岛的代志。好，11月14、15、16、17无达得记载的事，好天。11月18。本国个12日出航前往金狮岛，这已经是6天前的代志吼。要去破坏该岛的迄4只用客船当中的一只，转来取地向阮报告讲，因伫咧一条围路行军的时阵，有一个荷兰人甲一个新港人被拍死，因此新港人、小人以及希腊人拢逃走了。但是我方的人赶上去，随时甲迄寡岛民拍走，因就拢倒入去一个磅空内底密起来，无搁出现。迄个磅空是伫咧，我记得是伫咧小琉球敢若北边。我小等下，我看一下地图，无啥会记啊，太久啊。
我拄仔记迄是望安岛，毋是小琉球。我即满两粒岛诶印象有遐叫我烀做伙吼。小琉球，即个拍小琉球这代志，咱斟酌甲看者吼，因为这是一个悲伤的历史故事，而且你若有机会，你阁会当去遐看吼。啊，你对即个故事淡薄有较深的印象，你去遐耍的时阵，你著较对迄个所在较有，著搁较深的印象伫内底啦吼。所以我记毋着伊，我甲迄个望安岛的印象记来写吼。好，这是小琉球岛啦吼。伫个我记得是东石迄个渔港的东港的外海吼，东港。就讲新南园迄只，南园搁较南边迄只一个港叫东港。啊，你若要去小琉球，一般是对东港遐坐船过去吼。好，咱转来第二只讲金沙岛的原住民，因拢倒入去一个墓坑内底密起来，无搁再出现。迄个墓坑是自然形式，看起来是涂骹底吼压入去的，足足有半海里长，哇，遮深的吼。是起伫一个大砖头呢，所有的这句是啥物意思？即句我看无解有吼，头前这啥物意思？一个大砖头呢，所有的厝拢互放好烧掉，害死真侪猪。以外呢？另外是五方的人伫个街道袂用咧，搁做啥物？上述金沙岛非常优美吼，用即个小琉球真水的所在，种有真侪椰子、番薯、番麦含其他的农作物，周围大部分是岩礁，就是迄个石头啦吼，迄是海边是石头。伫个北边甲南边各有一个小沙滩，五方的人就是伫遐登陆的。有一点像漩涡礁，周围大部分拢有跨差不多，周围大部分拢有一个，可能是一个吼，跨差不多100到150步的小森林，像哪啦吼。100到150步像哪？软过迄个像哪了后，五方的人拢讲，着看到从来毋捌看过遮尔水，又搁遮尔种侪的农地伫遐吼。即个建筑伊无讲介侪，敢若讲即只。而且伊讲是拢互放火烧哦。所以毋是互人烧的哦，是因家己哦。毋是呢，我印象中是因，我所知影是因倒入去墓坑内底，无出来，所以互人着伫个墓坑遐着放好烧，要甲伊分出来，但是敢若是拢烧死伫内底啦嘿。我所知影是拢烧死伫内底。我查的资料嘛是安尼，但是伊遮写的是互放火烧毁嘛。即个是另外一个讲，因砖头的厝去放好烧掉。伊讲，因为伊是讲迄个墓坑啊，起伫倒位嘛，起伫一个互放火烧掉的迄个。所以我就讲，即句我看无，毋知你写啥。对啊，伊个形容讲起伫个，伊讲看起来应该是
活动啊去伫一个，就是讲有火烧去迄遐个骹，是毋是？毋知，去伫遐。无即句实在看无啦，伊这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嘛，可能是伊拍字的时阵兼拍啥物字哦，看因看怪怪啊。你这是涂骹底的物件。讲因为风烧去，所以就是我方的人。伊就烧，来舌头打结，烧去，所以讲伊无法度，荷兰人无法度搁做啥物代志。无啥物通，杀死足侪猪安尼啦，猪烧死足侪猪啊，无法度做啥物代志。反正就是放火烧就烧了啦吼，无啥物通做。就即句怪，我想讲，奇怪。好。人举手啊？哦。是毋是？举手做你。我看卖。tomato，无你甲举起来叫。看伊。好，我好右起来。我想讲，迄个房是去伫遐嘛，所以讲，我会当用国语讲吗？你讲嘿，不要紧。就是在那个它前面那一个整个词应该是一个名词，就是盖在村里面的那些房屋都被人烧了，那个后狼修就那个后狼的狼，他省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对啊，就是若是安尼，就变做敢若较早读的资料就无共啊，应该是荷兰人去甲烧去，毋是啊？甲放火烧啊，毋是吗？就是拄则阿官讲的啊。可是如果是照这个变，好像是他们自己搞的，奇怪。这个日志是荷兰人写的，是不是？是荷兰日志，荷兰人写的，对，应该是。所以他们自己烧的，是不是？我所知的是，原住民走入去磅空内底了后，荷兰人伫咧磅空口放火烧，要甲因分出来，但是所有人拢死伫内底啊。但是我毋知影是讲因砖头叫放火烧去，但是这是啥物人放火烧？应该是荷兰人啦，无可能因原住民家己放火烧家己的厝啦。我相信嘛是荷兰人烧掉的吼。就是讲，荷兰人放火烧掉物件，寸草不生啊！吼，烧物件规叠倒，互伊烧了，当然嘛无啥物别项代志通个做啊！吼。所以对，它是一个主动的动词，就是他自己去放火这样子。对，应该是故事是安尼才对啦，吼。当然这是因为这样我了解。毋知是翻译的关系还是安怎？不要紧，咱后壁伊就敢若讲即个岛足水的啊，介绍有顶头有啥物农作物啊，有啥物树林，因是对地的定律安尼吼。好过迄个树林了后，看遮尔水的所在吼。好啦，这是足悲哀啦吼，就是遮尔水的所在，但是发生遮尔悲惨的代志吼。当然伊文字写了无介恐怖啦，但是你若是实际上你去想起足恐怖的代志吼。好，咱继续看下11:19，有北方中昼的时阵，指挥官 Bruin 率领快艇委员跟号甲村的用客船对金西岛转来，所以已经任务完成啊！吼，已经迄个战术结束啊！吼，就敢若一篇安尼，一工日志交代过啊！吼，正式上述的话吼，就是因迄个正规的军队转来了后，甲进前迄只用客船所查到的消息来证实讲，事实就是安尼发生，无毋对吼。快艇 Braithwaite 和留伫个 Brewerhaven 号遐，以便对迄只船搬运所有的物件来载来储堆。好，所以11:12日吼，伊讲迄是11:12日发生的代志嘛，吼，你若会记吼，小琉球你若去遐，会记讲伫个1633年的11:12日发生即个代志。其实嘛毋是所有人拢烧死啦吼，我知影是有一寡查某囡仔，一寡人是互荷兰人掠去、活掠去，然后伊甲即寡人，就敢若咱进前读过班达吼，班达人。应该掠来，班达人掠来台湾即只做奴隶吼，来掠去送去即个巴达比亚做奴隶，对迄个香料群岛吼，
掠去别位去做落咧，就当咱流放吼，流放去别位。相反，小琉球诶原住民，毋是拢死，嘛是有活掠，少少啊啦，无讲介济，活掠掠到尾掠去巴达米亚，所以因伫咧印尼遐，后来就无搁转来吼，都袂作去啊吼。啊，当然表示有一寡人是到尾伫咧巴达米亚吼，伫印尼啦吼，少诶人啊吼。而且我相信做一个路咧吼，命运是足悲惨诶吼。咱之前看了班达人要走，就算走离开，到尾嘛搁互你转来吼。所以我相信日子是无介好过吼。好，11月21日，咱继续看来。11月21日有北风，天气良好。今仔日有一只小只容客船对西那沿岸载着西那诶麦仔酒来到厝地。即厝地拢是讲台湾吼，对因遐来得识，对因遐知影讲，抑佫有83个人对 Brooks、Shaven 河含 Sluton 迪河被活掠吼。即是讲即83个人是83个啥物人啊？是被带入去海顶交互军门啊，所以应该是荷兰人啦吼。就是因诶船嘛 ，Brooks、Shaven 河含 Sluton 迪河两只船。顶头有83个人去互西那人，去互西那军队活掠去啊，吼，交互西那军门。即寡受活掠个人受到一贯真好个招待，真好个接待，抑佫有3-4只小只容客船已经准备好，只要知影讲会被优先对待，军机之内就会接踵而来。即个接踵而来，即个踵我查一下吼，我是学白读个啦。有边读边安尼啦吼，查一下干字典。我读着接踵，踵是踵吼，踵就是骹诶后边吼，骹诶后边就是踵吼，汉字就会使写一个字踵，后边就后脚跟啦，后边吼。后边 ，OK， 讲，抑佫有3-4只小只容客船已经准备好，军机之内就会接踵而来，吼。这应该是讲另外有3-4只小只容客船会来，吼。好，11月22日。2字尔无事。11月23日，快艇 Braithwaite 号载着 Brewer-Shaven 号顶头所存落来大炮，以及其他杂碎拢转来到厝地吼。迄只快艇 Braithwaite 号是伫咧出征金沙岛以后，就留伫遐。来，阮报告讲，阁有一个 Brewer-Shaven 号顶头的士兵含5-6个人。是啥物意思啊？烧入森林时，这应该是对一字拍毋对吼。就是讲，即只船 Brewer-Shaven 号顶头士兵5-6个人入去树林内时阵，去互野人杀死的。这只应该是讲金沙岛，但是之前讲要报复的，毋是即只船啊，我记得毋是，我看觅啊。拍一条电脑版吼，报复因对大船 Golden Leo 号啊，所以是另外一只船吼。好，咱转来看伊即只记载吼。11月23讲，快艇 Braithwaite 号是伫出征金沙岛以后留伫遐。阮报告讲有一个 Brewer-Shaven 号顶头的士兵含5-6个人，伫咧入去树林的时阵，去互野蛮人杀死吼。所以这应该是，这是讲伫咧金沙岛了。好，咱继续看。
今仔日有一只水车用客船载着一批丝质的布料、2担青丝以及一批空眼布抵达此地。有一个名叫做西宁的生意人也同船前来，伊较早被一官派来遮，用受海盗委托的名义，就是用即个名义啦吼，就是讲海盗委托伊的即个名义，所有前来此地的用客船来收税金。今仔日一早一张批信来，互商务员特劳纽斯批拟讲，长官普特曼是发动即场战争的人，伊对此将如何负责？按照希腊制度，伊是该死的吼。此外，还讲了真侪空话，拢是无内容。另外用修饰美丽的谎言吼，用一寡诚水的即个白插话，反复诈批来的人。来秘密询问生理人韩曼甲其他可靠的希腊人了后，公开来宣称讲，一官甲其他大官拢真想要伫和平，要爱和平。战争互因心真痛。若是讲公司愿意赔偿几只用客船，或者是伫咧开始交易了后，赔偿其中的一部分，就会当搁再建立坚固的和平关系，进行欢迎的交易。不过，长官普特曼斯必须要首先写批去认错认罪。一官甲代志已经安排伫啥物？好，继续看，多一字佫拍毋着伊啊。尽管是要怎翻译？就算讲阮甲大船，甲因的船只拢拍歹，就算讲阮的大船甲因的船只拢拍歹，明年伊也将袂怀疑，会搁明年伊也将搁再建立起一支大的舰队来吼。这应该是拢讲一官吼。对此，一官嘛已经说服了所有的官员，请因为此来写批互礼部以及该国的其他大官。后壁这你写啥？看不见。好，话题就是一官要甲即个要追求即个战争的即个责任吼，认为是即个荷兰的长官爱负责吼。在24日，有北风、好天，搁有一只细只用客船对于厦门载一寡物件来，细项物件啦吼。翻译员皮亚甲一个互阮称作汉氏的一官的仆人，伊有注口讲者汉氏是啥物啊？汉氏是小约翰的意思，是一种是昵称吼，昵称我嘛不晓翻吼。那敢若外号啦吼，有一个阮叫伊汉氏的一个一官的仆人，就是翻译员比亚甲即个汉氏各早一张批信来吼，是商务员 Pats 以及五方被活掠的人的批来吼。即个 Pats 是荷兰，等下再来看即个 Pats 的介绍吼。话哩就是这两个人的批砸来吼，对厦门砸来，是伫咧10月23以及24日吼，写伫咧伫海顶写吼，顶个月已经顶过1个月前所写。对迄寡批文，真阮惊奇surprisingly 吼 ，surprise 讲五方也阁有差不多100个人活咧。伫遐受到真好良好的款待，而且一官和其他的大官拢真渴望和平。对于安尼，阮来要讲，即场战争已经甲因拍了甲真痛苦，因为虽然最近因甲阮拍败，
却一反因较早对台母燕和指挥官 Franks 安尼的野蛮作风。即个野蛮作风，咱等下看，伊对主骹可能有吼。互我方的人拢活落来，并且善良款待因，像安尼情形，拄啊好表明讲，即看符内底我跳过吼，表明讲，希那人为着要用强制的方法，才会当互因捌道理。就是讲，即种情形表明讲，恁即寡人希那人吼，无教袂乖啦，吼，爱甲恁教，恁才知影讲爱用武力甲恁教，恁才知影道理吼。愿万能的上帝继续祝福，互阮的主人得以达成因政治的目标，和平来得到自由的无益。即个我有是讲，就咱敢若亲像已经过身的总督坤义以及其他林捌希那人的领事所坚持的安尼吼，就是即种看法吼，毋是即马会互人有是讲较早迄个已经过身的坤义，即啥物人？毋捌看过吼。甲其他的即个对希那有明白的领事拢坚持安尼啦，意思讲，即希那人无拍袂乖啦吼。好，咱下对三个主角，咱其中两个咱来看觅吼，一个是迄个介绍商务员 Pats。Peter Pats 是荷兰的海牙人，1630年以助理的身份出航，1633年任下设商务员，伫个西南沿海被活掠。1636年对巴达比亚参加出征提莫，1637年温格拉任下设商务员，伫即个所在叫做温格拉，担任下设商务员，活动基地伫个迪肯和 Canaria。1639年升任商务员，1642年晋升上设商务员，然后伫个数只船顶头咧工作。1645年伫个巴达比亚米村做事吼，无啥物特别的吼。一般伊若介绍一个新的人，拢是安尼啦吼，即对一年伫倒位是新任啥物官吼。好，第三条是即个讲。较早因捌对台母燕和指挥官 Franks 安尼迄款的野蛮作风，咱来看觅吼。伊讲 Christian Frank 荷兰德尔夫人，1618年伫个江户担任助理的时阵去互活掠，被拘留伫个阿特、俄阿和马拉加。1618年担任商务员，1623年，所以这是你介绍即个人吼，就是迄个 Frank 担任伊是1623年担任上设商务员，担任西那沿海海南队的指挥官，伫个厦门被炸捕，伫个北京被处死吼。炸捕是啥物意思？毋知吼，就是掠去了后向处死嘛吼，所以是无讲。来详细来用啦，反正就是因即个去用活掠了后，下场诚悲惨吼。好，咱继续看咧，11个25，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召集议员开会，严肃来商议，咱是毋是爱遵照总督阁下以及东印度议会命令，现在就去满岛人报复因对阮所做重大事故。这毋知是啥物代志吼，反正要搁报复，要搁报完仇啊吼，满岛人要搁衰啊。但是因为阮目前的即个兵力薄弱，草还阁真长，而且最近伫个金沙岛也无得到啥物好处吼，意思去拍遐无趁啊，倒了，所以决定要听候巴达比亚派来援军，再搁来进行吼。草阁真长，毋知啥物意思？草还阁真长。下晡有2只小只容克船抵达，是对烈士来吼，烈士着小金门吼。渔船再有一批空眼布、米甲盐要来掠鱼。因讲另外有几只船也准备好要来即个所在吼，来台湾遮。11个26。
搁讲一遍吼，我伫遮所有逐遍讲台湾，台湾拢是讲台南吼，毋是指即个规粒岛吼。在迄个26日，有两只细只容克船对金门抵达，来到遮，载米甲盐要来掠鱼吼，这毋是昨讲过。共船抑佫有对老乡遐来的海贼，叫做沙巴西社，带着2张批，以及一个阮的大工舵手吼。老乡本来是带领伊的军队要去含阮的军队联合，但是伫咧漳州河头前真危险，知影讲阮已经不幸战败，又搁因为强风无法度回渡此地，无法度回渡此地是啥物意思啊？因此只好往南，因为风头无法度来台湾，可能是意思是安尼吼。因此只好往南前往贝多布兰科附近吼。贝多布兰科是啥物所在？是香港东北方的大青山岛吼。贝多布兰科，因此因只好退去香港遐，伫咧遐听候回音。并且看伫咧即期间，是毋是会当掠到啥物大船吼？在迄个3节跳4天吼，27、28、29、30日无特别的事。1633年11个吼，时间是10点过6分，咱继续看咧。1633年12月1日，中华国下汉议会决议，快艇委员个和汉用客船纽威全部。抢背号，纽威抢背号，要去三川岛。三川岛啥物所在？上川岛吼，伫咧香港的西边吼。上川岛甲海南岛之间的占巴海岸吼，以及伫咧该大陆甲海南岛港南中间的水道来巡役。又搁就是因这两只船要去遐巡役吼，又搁决议讲出征满岛的代志，有鉴伊阮，因为阮未略的兵力啦吼，以及可能因为安尼来引起真侪困难，所以决定要沿到巴达维亚进一步的增援甲即个命令。增援甲命令吼，增援甲命令吼，又搁决议关系着一贯写互特劳纽斯先生的批信，要由长官普特曼斯阁下以渐进暗示严厉劝告，允准阮和平自由的贸易的方式来答复一贯。以渐进暗示，但是是严厉劝告吼，要劝因爱互阮做生意就对啦吼。安尼要来答复一贯，伫即个答复当中，要提及伫咧对付李逵基的时阵吼，一贯是安怎用庄严的宣誓公司来应允过啥物代志？各位会记啊？伊当初拍李逵基拍了，一贯。甲即个荷兰人应允，个要啥物代志？我无啥会记，会记咧讲意思就是对荷兰人足忠诚就对啦吼。结果如何？旧年伊履行了如何？意思讲拢袂记啊吼。若咧放屁吼。伫咧即个会批内底要提及讲对希腊发动战争，袂当只敢若。甲即个长官普特曼斯阁下一个人吼，加调咧，就是讲甲所责任拢撒互伊吼，因为迄是阮伫咧祖国的主人，以及伫咧巴达维亚的总督，甲东印度议会坚持决定要继续的代志吼。除非意思讲是普特曼斯嘛是听命令尔吼，除非因履行每一遍所承诺的自由贸易，并且互阮。全国的敌人、西班牙人伫咧马尼拉的贸易遭受挫折，即种战争可能还佫会继续700年，上前会当参阅该函决议了。
意思讲你若无你答应阮的代志若无做到，吼，而且无停止含即个西班牙人的即个生意吼，安尼可能会阁继续拍了，就对了。12个日子，有一只细只龙去船出发去芒港5只去南部掠去，芒港差不多是即摆叫啥物所在？其实我才袂记。嘉义遐啦吼。11月3日，东石啦吼，东石港。歹势，11月4日才对。哦不，11月3日，11月3日，有一只细只龙去船出发，前拢偏乌，风甲天气拢含昨昏相像。12月4日。有2只小洋客船对漳州河来到台湾遮，再有2-3大青丝丝质布料含盐要来掠鱼，因要来掠鱼啦吼。报告讲，伊赶伫个福州，本地奥克含岩白啊，无用你装船，伫个军机内会运真侪丝，会来咱遮。我方被活掠的人，根据因讲，伫个福州受到真好的对待。12个6日，有3只细只洋客船载盐来到此地吼，因证实了上述的消息，就是可能是证实，就昨进前一篇讲的消息吼。今仔日长官国下含议会决议。要回复顶个月26日收到的老乡的迄张来批，并且要派快艇威灵顿号去佩佐布兰科附近去会见老乡，伫香港遐啦吼，并且决议该快艇威灵顿号要载3000里尔去遐，伊来购买所会当买到的物件，并且老乡来保证，只要伊的人无妨害漳州河甲台湾之间的航路，阮会对伊真好。无定，长官普特曼斯阁下，还阁会伫个本柜和伊来见面，来详细来来参详即代志吼，并且要对巴达维亚带来新的兵力，要来甲伊会合。就是前提是讲，若希腊方面一直拢无允准阮的贸易的即个请求的时阵，吼，会继续含老乡来合兵。12月8日，无值得记录的代志，伫个准备用客船纽运全部号的旁。12月9日，长官国下含议会决议，因为最近前来的希腊人。对要转去西南沿海，看起来有一点惊吓不安，因为有海贼继续留伫个附近，所以呢，决议讲快艇 Braden 号、Blaiswick 号和阿森多夫号一旦准备就绪，就要开动另外一只用客船前往偏湖，来维护即条贸易航路的安全。互伊会当畅通吼，无就是即条通路会当卖互即寡海贼搅了啦吼，并且要去遐运回迄寡荷兰的大炮以及合用的石头，并且决议为着要较早来吸引搁较侪生意人前来此地，并且互公司的事务会当尽早得到大官的理解，阮想要派遣。带伫个台湾的即个希腊商人叫做韩曼，如果伊若肯，会派伊早批去希腊，伊是一个可靠又搁开朗的人，并且决议伫个此地，伫个台湾遮还阁有20个被我方活掠的希腊人，因为感染破病，所以
差不多拢无路用了吼，破病。为着希望讲会当换规个转来，换规个五方被换了人转来，或者是至少会当互五方迄寡人得到更较好的待遇，决定要释放即寡俘虏吼，即寡换了的人，并且征送因每一个人2个里尔做即个路费啦吼。含上述即个航班斗阵转去中国吼，因为将来若是要继续战争，五方不敌缺乏活力的人吼。11个11日，有强烈的北风，无特别的事。12个12日。快艇威廉根号该当用客船 New Wave Chambury 号，由迄个老乡的二兄弟叫做刀爷陪伴出航前往南澳以南的西南沿海，要去遐要夺取几只因航行所需要的用客船，并且照本国个6日的决议去会见老乡，然后国往家己的目的地来继续前进。今仔日有2只小用客船前往南方，要去因遐的渔场，潮流交汇所在要去掠鱼。下晡开始透强烈的北风。12月13日，游玩是大风，要暗的时阵知影讲。昨昏出航的拖车是啥物啦？就是刀爷啦吼。昨昏出航迄个刀爷的用客船台的船头断去，所以暗时就停泊伫北平沙洲的下面。只敢若有2个人含迄个刀爷去用舢板来甲因载出来。12月15日。还是强风即2天收到差不多700条11色的乌鱼，这是人纳的色金啦吼，700-800条乌鱼吼。即寡是今年收获的乌鱼，就是今仔日头水的头一批掠到的乌鱼吼。今仔日有1只小用客船对偏湖载汉子内，有3只往南方去掠鱼，载15个士兵护航。12月16日，无特别的事，天气还算好。12月17日，有2只小用客船载海贼奥古斯丁的批信来，内容是讲本来打算要率领伊的兵力来阮遮。但是因为最近和长官阁下识别了后，被强烈而且持续的北风所阻挡，无法度成行，无法度来啦吼。后来知影讲，阮和一寡交战，丧失了2只大船，深表同情。若是讲到其他方面，一直拢准备好要和阮来和平相处，友善来往，绝对袂受到一寡影响。这是奥古斯丁吼。12月18日，快艇布拉斯维克号护送8只细只用客船前往偏湖。是那商人韩曼也坐其中的一只细只用客船，早。甲即个又早一张批是要去互伊关的吼，以及迄寡被活掠的西南人前往中国沿海，前往即个西南沿海，就是伊早一张批要互伊关，而且有载一寡阮所活掠的西南人要转去吼。愿万能的上帝，互即撮派遣会当为公司得到良好的结果。12月19。无特别的事。12月20，
有一只鱼船前往南方掠乌鱼，要暗嘛有7只鱼船转来掠真多，但是拢已经用盐洗好。还有看到港外另外有11只细只容克船，天气算好，有北风。11月21日，早起时天气真好，也有北风。上述11只小容克船入港，下晡有4只入港，下晡阁有另外4只入港，拢掠真侪鱼吼。但是有真侪鱼因为欠盐，所以烂去吼，臭去啊吼。12月22日，天气含风含昨相像，有10只容克船对西那来取地掠鱼，其中有8只伫要暗暝时阵已经准备好要前往南方。12月23日，又阁有3只同款的渔船对西那前来取地，有16只出航前往南方因的市场。天气也算是好吼。12月24日，阁有2只渔船出航，含上述渔船相款，要去南方捕鱼，要掠鱼。12月25日，阁有5只渔船出航，含上述其他渔船相款，要去南方掠乌鱼。快艇 Braden 号含阿森多夫号出航，前往片湖，按照命令要去依护这条航路。互阮所等待的日常将对西那装载好物前来取地的商船会当安全航行，并且去载回台湾所需要的石头。12月26日，咱无定今仔日会当甲1633年读煞哈。阁有2只。细只容克船出航，含上述的渔船相款，要去南方掠鱼。因含快艇远路号对日本来到港外，停泊伫北平沙洲区的下面。带消息来讲，议长库库巴卡阁下伫本国个7日上北，要去向日本皇帝陛下感谢释放规行公司的人员，这应该是你讲迄个，蛤蟆达迄个事件吼，冰田的事件。感谢日本天皇吼，释放规行公司的人员船只较好物，并且去请求讲船只若一准备好，就准务出航。伫咧旧年9月2日，对东山航往日本的快艇 Old Water 号，经历难以置信的困难甲危险，伫咧途中经过按照人的常理是完全绝望的7个礼拜又搁5天，总算抵达平湖吼。感谢上帝。即只快艇免如号，因为听到听到消息讲，谣言讲，皇帝下令禁止对日本运动钱出国，而即只快艇已经装有价值偌济号吨的铜钱啦吼，要运往港南去交易，所以非常突然，无甲任何人讲迄个理由，惊去互没收吼。而且对遐出航，伫咧前来取地途中，为着要找找，以为阁是伫咧西那沿海的阮的舰队，所以前往西那沿海，结果去弄着一个暗礁啦吼，伫咧遐靠堑真久，阁遭遇袂少的危险。有2只细只容克船掠真侪鱼对南方前来。这是今仔日这第2是讲迄个对日本来迄只免如号的故事吼。12月27日，天气犹原像昨昏，
有两只细只洋客船对南方抵达处地，要暗暝时阵开始透强风。12月28日下晡，快艇 Bradenton 和阿森多夫号因为风头无法度往北航行，也无法度伫个海中来停船，所以佫转来北平沙洲区下面遐停泊。另外有两只，因本来要去澎湖嘛，要去顺应即个航道。另外两只细只洋客船对南方来到处地。今仔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调集议会开会决议讲，快艇免论号顶头台湾所需要的物件，爱尽量较紧甲搬落来。希望伫即段期间会当得到来自西南的消息，以便会当总督阁下搁较详尽来报告即边。即总督阁下是巴达比亚迄边的总督啦吼，以便会当巴达比亚来报告咱即边的情况。加上即只快艇要运输广南贸易所需要的小钱，这应该是就是日本的即个铜钱吼，去广南以及其他的货物去巴达比亚，也要早批去互总督阁下，所以需要爱尽量较紧来出航，并且决议驻军的士兵的人数，去年大为增加。伫遐以前驻军是150个人，因为伫咧即种情况之下，有几个理由要增加到200个人。剩的士兵就是用快艇免论号送转去巴达比亚，因为巴达比亚可能需要一寡士兵。又搁决议讲，关系到要为牧师Candidius 的伊所住的即个房吼，要起造一个房屋，或者是第2个碉堡吼，要互即个 Candidius 即个牧师住。虽然总督阁下命令要建造，但是因为其他的代志，考虑其他的代志吼，伫咧办好和西那人的事务以前，将暂缓进行，就是起厝的代志较看来吼。并且决议讲，伫咧上述快艇免论号顶头的水手中间有发现讲，日本的船长送来处地的842里尔吼，842.5啦里尔，决定暂时归入去公司的校铺，作为公司的收入，并且将附假迄寡觊觎者，等下看下觊觎变哪台语变哪念吼，并且附假即寡觊觎者的理由去巴达比亚，由总督阁下来裁决等等，所有象征且参与即工的即个决议录，看一下觊觎，头做记吼，或者是凯，应该是记啦吼，就是文言读法的记。鱼读做如吼，嘛是右边读边就对了吼。偷看啦吼，如就是偷看，要得到吼，hình目吼，我是如啊，记呢？记嘛是相款，偷看hình目爱要得到吼，所以两字的共意思啦吼。记如吼，觊觎就是记如吼。所有汉字吼，其实台语拢是有音啦吼，拢会读，拢法度读啦吼。只要你现字典拢有啦吼。是平常时，因为咱台语是一种白话你讲的，就是口水语言嘛，所以较安尼讲即种书面语啦吼，书面语较一般在伫咧即个台语内当中就安尼讲啦吼。记如吼，并将附加迄寡记如者，就是爱要得到的啦。心内你偷偷啊想要得到即寡钱的人吼，
10:29，哇，搁剩3篇，可能无都读煞吼。12月29无特别的事，强烈的北风。12月30，哇，这较长啊吼。咱今仔日无法度读煞吼，咱读到遮明仔载我休困吼。后日咱再搁继续来读吼，1633年剩的这2工读煞，过来就是1634年吼。真紧啊吼，一年其实咱读的规工仔就读煞吼。所以我本来迄当阵按算讲，这整个热兰遮写日志要读几啊年吼，我看敢若毋免吼，无定咱伫咧今年就会当甲这整规本的这个热兰遮写日志拢读煞吼。好，来看一个芭比的笔记吼。OK。我有随堂考。安尼吼，安尼好，袂歹，较随堂考。好 ，OK，无森林乌龟岛吼，乌龟洞。好，安尼今仔日到遮，咱规班吼，后日咱再搁继续来读。好，感谢各位。感谢芭比，好，多谢。感谢大家。Eric， 你无看随堂考？来，我看下随堂考。我点名，你昨天我点名，我今日甲点名。好，安尼啊。台湾艺术馆驻编补组西拉雅的台湾，原本是指台南的某一个所在，后来才延伸至全台湾，请问该地迄个所在是伫咧即嘛？即个台南市对一个行政区内底是北区。南区安南还是安平？应该是大家知无？台湾，就是湾海边啊啦吼，你想着安尼想着知啦吼，湾海边啊即位吼。好，佮种种原因，学生可能已经困去啊。好来，即嘛讲到要考试，大家拢精神拢会来吼。好，即个正确答案我著袂讲吼，恁家己去想吼。看即个台湾是指啥物所在吼？好啊，恁若是有机会去台南佚佗啦吼，恁就较知影讲哦，即只较早是荷兰人发展对遮开始发展起的安尼吼。好，到遮咱甲规班，感谢各位，好，再会。多谢，再会。